小心燙！盧家借過新鮮出爐嘅叉燒包。喂，梳起嚟，你哋船票辦好啦未？唉，睇睇情況吧。呢風口浪尖嘅97快到啦，香港自己都冇把握，為我要建一所新大學，痴人說夢。思遠，我知道你細實業家有抱負，但係辦學胡世開工廠，投資好大，回報遙遙無期。係啊，鐘先生，政府嘅錢每一分都要用喺刀口上，依家穩字當頭，咁樣大動干戈嘅計劃係咪應該暫時緩緩先？沙切爾夫人西交啦，但香港嘅未來不兩西，工業北移，人才外流，我們需要一所科技大學僑籍中西。正是因為時局不明，我們才更要為香港嘅未來落下一塊壓撐石。為咗尋找創辦大學嘅合適人選，鍾士元想到咗遠在美國任教嘅胡家偉。香港需要第三所大學，專注科技。胡先生，你怎麼看？香港過去係商港，如今工業北移，未來要靠科技立足。電腦唔淨係工具，佢係時代嘅脈搏。面對創辦科大嘅巨大壓力，胡家偉腦海中浮現出咗各種反對嘅聲音。Insufficient funding. You'd better stay here. 如果失敗咗呢？1990年，我下定咗決心，要喺香港建立一所嶄新嘅科技大學。帶住對未來教育嘅深切期待，我獨自踏上咗前往清水灣嘅路。嗰時嘅清水灣荒風鋪面，山海交界之間空無一物，但係喺我嘅眼中，卻已經浮現出學校未來嘅藍圖。3年從無到有，3年一所大學橫空出世。學校建成之後，我從世界各地延攬學者，讓年輕嘅才俊喺呢度交流、探索、求知。每當夜幕降臨，我哋仲會喺校園裏邊舉辦音樂會，讓知識與藝術喺清水灣嘅海風中共鳴。喺胡校長嘅帶領下，香港科技大學如同初升嘅朝陽，帶嚟咗全新嘅希望與光芒。正如呢座橫跨海洋嘅橋，連接咗唔同嘅世界，架起咗通向未來嘅橋梁。海浪喺橋下翻滾，象徵咗創新與知識嘅力量，推動咗科技同夢想航向更廣闊嘅天地。We dedicate this film to President Chow Wei-Wu, whose vision and courage made HKUST possible.